大家好，歡迎收聽 Car One Podcast。今日想同大家傾下一個好貼地又幾感性嘅話題，就係有車之後，香港人嘅生活到底會有乜嘢轉變？有啲人話買車係成年禮，有人話買車係人生錯誤。喺香港呢個地方，車唔止係交通工具，仲係身份、自由，甚至係一種心態嘅象徵。開始之前，記得撳個 like， 訂閱埋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每次出片啦。睇完有咩諗法，記得留言同我哋講，分享埋俾朋友。事不宜遲，正式開始。咁究竟有車之後，生活真係好咗定係煩咗？今次我哋一齊慢慢傾下。未有車之前啊，好多打工仔咧，每日都係地鐵、巴士、步行，返工要逼，放工要等。落雨又要行一段路先到站，每日嘅節奏就好似一個被時間追住跑嘅人。有咗車之後，一開始真係會覺得成個世界唔同晒。落雨唔怕，唔使逼車，想去邊就去邊，有種我終於掌控到自己生活嘅感覺。但係過咗幾個月之後，現實就慢慢出現啦。泊車難，油價貴，塞車塞到癲。有時返工呢，塞喺獅隧紅隧半個鐘，真係會懷疑人生。其實搭地鐵會唔會快啲？好多香港人買車未必係為自己，反而係為屋企人。特別係結咗婚、生咗小朋友之後，車即刻好似要變成家庭必需品。以前呢 weekend 出街呢係坐巴士搭地鐵去摩食飯啦。有車之後開始中意去西貢、大美督上山睇風景，但係同時計劃多咗、裝備多咗、責任都多咗。有小朋友之後，你會發現車尾箱永遠裝滿晒亞仔部手推車、尿片袋、玩具、超市紙巾，由一架私人車變成移動迷你倉。有朋友同我講啦，佢以前咧中意夜晚揸車兜風，生咗小朋友之後咧，夜晚開車咧都係為咗去超市買奶粉、尿片。生活模式真係180度轉變。有車前，你覺得揸車係奢侈品；有車後，你會覺得揸車係一種掌控感。喺香港生活，節奏太快，選擇太少。但係當你上到車，閂埋門，播住自己中意嘅歌，嗰一刻就好似成個世界都靜咗。有人話揸車時間係香港人唯一可以自己一個人嘅時間，嗰30分鐘絕對係壓力釋放嘅窗口。不過講真，養車壓力都唔細嘅。供車、泊車、油費、保險、保養，樣樣都要錢。香港人買車就好似多咗個半個仔女咁樣，你會煩佢、鬧佢，但係又離唔開佢。有車之後，你會發現朋友對你嘅期待都唔同咗。以前出街大家自己搭車返屋企，而家成班人會話：喂 Peter，你有車啊，可以順路送我返屋企啊。日子耐咗，你就成為 designated driver。咁初時你都未必會介意，但係久而久之，你可能係心入邊會諗，唔係啊嘛，又係我。另一方面，有車會俾人覺得你生活穩定、有身份。有啲人真係會因為你有車而改變對你嘅態度，但係你自己會知，其實有車唔等於有錢，只不過係你選擇咗用另一種方式過生活。講返現實，香港養車係貴嘅，除咗車價、首期、月供之外，仲有泊車費、油費、保險、年檢、罰單、洗車等等，每個月加埋最少要預4-5千走唔甩。即係話一架車就等於多咗份隱性租金。但有啲人會話錢可以再揾，時間揾唔返。呢句真係香港車主嘅金句。有咗車，最少你可以掌握時間，唔使再被地鐵 delay， 唔使逼巴士，唔使轉3程先返到屋企。呢種自由感唔係金錢可以完全衡量。我覺得香港人同自己嘅車嘅關係咧，好多時唔止係擁有，而係寄託。有啲人開車係為咗放鬆，有啲人開車係為咗逃避城市節奏，有啲人咧純粹中意揸車啦，享受嗰種引擎聲、風聲嘅節奏感。有一次我夜晚收工，自己一個人揸車落東區隧道，播住啲 old school hip hop。窗外只得隧道燈光閃過，嗰刻我真係覺得喺香港可以有自己嘅車，唔一定係豪華，
但係真係一種幸福。有車咧唔一定令你生活輕鬆，但係一定會令你生活多咗選擇。你可以隨時出走，隨時兜風，隨時去遠啲地方放空。不過呢一種自由係有代價，要供、要泊、要維修、要計算開支。香港人買車咧，永遠都係理性同感性拉扯嘅決定。但係當你問翻自己，有冇後悔？大多數人會笑一笑話，其實真係冇，因為車唔只係工具，佢代表一段人生、一種狀態、一個故事。你點樣揸車，其實就係你點樣生活。今集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 Car One Podcast。你覺得有車之後，生活變咗啲乜？係自由咗定係更忙？歡迎留言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。我哋下集再同大家傾車。